同大家講下陪審團嘅英文水平問題嘅。入正題前，先睇下常見嘅法庭戲啊。被告依向死者繼續開第一支槍，第3槍、第4槍、第5槍、第6槍。我明白到大部分警務人員每一日都會有估計唔到嘅危機或者工作嘅壓力，但係咁樣唔代表可以成為受害無辜市民嘅一個藉口。就算佢係一位盡忠職守嘅探員，亦唔等於佢唔需要為呢一次或者佢人生裏邊唯一一次嘅錯誤負上最大嘅責任。所以我懇請各位一致裁定被告黃安誤殺罪名成立。咁啊，電視或者電影嘅法庭戲呢，啲大律師嘅陳詞往往係用中文，一般嘅電視觀眾呢都會明白啦。不過現實當中呢，香港嘅法院就唔係咁嘅，因為香港嘅高等法院嘅大律師同埋大法官都係用英文。陪審員向陳列，亦都揾個陪審員現身說法。我諗我自己都大學畢業啦，我覺得我係符合到可以用英文聆訊嚟到做，即係一個有資格做一個英文聆訊嘅陪審團咯。Apple 係香港大學畢業生，幾年前曾經做過死因裁判庭嘅陪審員，裁決一個 BB 嘅死因。佢話法庭上所用嘅英文對佢係一個大嘅問題。其實由第一日審咧已經有問題㗎啦，因為第一日審嗰陣咧，個醫生咧同埋啲護士啊、醫護人員咧已經話咧個 BB 咧嚟到醫院嗰陣咧係 stillbirth 㗎。stillbirth 係點解咧？咁照字面解咧，就好似係仍然生存喎，又可能咧 still 又可能解呢個靜止喎。咁所以第一日審咧，全日咧都唔知佢究竟個 BB 咧去到醫院嗰陣係乜嘢咯。咁要到咧完咗啦第一日，咁翻屋企查翻字典先知道咧。美高等法院第一次用中文審訊，引嚟好大嘅反應。我是中國人，要用中文。審訊那麼大家可以直接用普通話就可以表達自己嘅意見啦，唔用翻譯。如果用英文啊，你講咗10句，我明咗2句，我都唔會咁感動噶啦，就唔清楚佢講咩啦。所以中文我就好滿意咯。我信得過開始咧，一定會都係用廣東話嘅，要務實啲咁多噶啦。因為我哋香港人多數都係講廣東話噶嘛。舊年年底，高等法院呢一次用中文審訊，係審一宗民事訴，即係冇陪審團聆訊嘅。本嚟根據時間表，高等法院要等到出年年初先至會落實中文審訊，咁所以呢次係例外。呢次嘅審訊經驗引起法律界唔少關注，而司法機構亦都提醒市民唔好以為中文審訊就一定使請律師代表。咁好多時咧，你嚟到法庭嘅時候咧，爭議嘅唔係淨話事實嘅爭議，有好多時咧呢個爭議咧，亦都涉及咧呢個法律嘅觀點。咁變咗，如果一個人唔係話我識得講中文或者英文，就等於我已經可以用嗰個語言咧，係喺法庭嗰度咧按法理咧係爭取嘅。另一點值得注意嘅就係97之後，法庭咧唔一定全部採用中文，一切依然由法官決定。整個法庭用中文咧呢個嘅計劃咧，我哋係唔存在咧硬性規定呢一個嘅考慮嘅。換言之，陪審團嘅英文水平係咪足以應付法庭上嘅需求，喺97之後仍然係一個問題。為咗睇下陪審員聽唔聽得明大法官嘅指引，我哋喺上訴庭嘅案例當中揾咗一宗案，係有引述高院審訊時候大法官俾陪審團嘅指引嘅。跟住由一位外籍堂司段指引錄成錄音帶，跟住俾陪審員聽。I have given you already what is called the standard direction, that it is unsafe to convict. It is my duty to tell you that if you consider that there in fact is no corroboration, then you should acquit. 得唔得？可唔可以聽得到？睇想問呢個意思大致上係咩意思？就係貪污嗰個成個嘅意思嚟，我啱啱試啊。呢一段大法官嘅指引比較深，意思係話俾陪審團聽，如果基於謀反一啲未經確證嘅證供而將一個人入罪咧，係好危險啦。佢話如果陪審團認為證供未經確證，咁就應該判被告無罪。咁其中有幾個比較深而又重要嘅字眼 ，accomplice 係指同謀犯 ，corroboration 就係指獨立證供
acquit 就係指判無罪，不過嗰位陪審員似乎唔係幾明白啦。俾一個街拉係，如果係唔成立嗰個控罪，係需要去提開，係咩？唔係好 sure 可能。咁你覺得你咁樣可唔可以知道佢成段嘢嘅內容？可唔可以知道上面嘅內容？大致上 get 到個 meaning 啦。嗱，咁頭先嗰段嘢咧就係咁樣，明唔明呢段意思？某一兩個字比較可能唔係好 get 到 meaning。咁實際上你點理解？點理解？唔足夠證據去指證呢樣嘢嘅話，你知唔知呢個字點解？冇錯。咁呢個咧 corroboration 都唔係好 sure。呢個咧，當時我哋再問過啲陪審員，結果亦差唔多。我要聖善好似，因為我自己教嗰個能量。大概都知啦，不過有啲 term 唔係好清楚。係佢嘅意思係點樣？佢嘅意思就係話而家俾緊佢嘅指引，咁咧就話點樣可以達至一個共識。咁如果你認為呢個即係唔係趴喺你身上，你就要同法官講。我俾你睇一睇啦，呢個就係嗰個原文咧。你哋頭先係咪聽到呢個意思？係啦。你明明呢度啲字眼上面所有意思，譬如話呢個字係 conflict 點理解？呢個唔知，呢個都唔知。咁啊，呢個都唔知。咁其實你明唔明頭先嗰條説話？唔係好，大概唔清楚嘅。知唔知佢講乜嘢？佢唔合聽到話，咁我聽到自己聽到啦。知唔知係咩意思啊？佢話有一啲法官講有一啲標準嘅嘢講，但係聽唔清佢講咩。嗱呢度咧就係嗰個原文嚟嘅，我睇到。我 feel 唔明，我 feel 唔明。咁你譬如話，即係呢個字你唔明，啊 compass 你明唔明？咁如果呢個咁你估佢成套明？根據現時法例規定，除咗獲得豁免之外，年齡由21歲到65歲，有足夠英語水平嘅香港居民就有義務成為陪審員。而當局就將語文要求定為高級程度會考英文科合格。而家只有高等法院同埋死因裁判庭有陪審團聆訊，咁佢哋都係用英文審訊㗎。舊年高等法院就有大概200宗有陪審團聆訊嘅案件，而喺陪審員名冊上就有24萬人，佢哋全部都係高級程度會考英文科合格。最低嗰個資格係香港大學預科英文科畢業，但係實際上咧呢啲有效力嘅。咁但係即係喺近呢幾年我哋睇到，即使大學畢業甚至係個英文嘅語文水平方面咧，都運用上都有一定嘅問題。咁如果去到法院而係仲要面對完全唔同嘅法律，係呢個有一定嘅問題喺度嘅。咁究竟大學畢業生聽唔聽得明法庭嘅英文呢？ Joseph 曾經係一份報紙嘅法庭版主管，佢有咁嘅體會。請法庭記者嚟咧，就我哋通常都要訓練，即係帶佢去咧咁樣。咁呢度都睇到咧，就係雖然大學畢業喎，咁樣我哋揀啲咧，即係中英文嘅成績比較好啲嘅，即係譬如會考方面都其實唔差嘅，即係攞到 A 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哋都喺頭嘅時候咧，都話翻俾我哋聽一個困難，咁佢未必聽得到啊，聽得晒啊，咁同法官講得比較快啊，咁有啲適應唔到嗰啲，佢哋自己即係離開咗咁。陪審團聽得明幾多法庭上嘅英文，而家冇確切嘅資料下判斷。原因就係任何有關陪審團嘅研究都有可能觸犯藐視法庭罪。任何甚至一啲係好有學術性嘅研究咧，都冇法進行。咁令到我哋就唔係好知道究竟陪審團究竟佢喺法庭上掌握到幾多，佢遇到嘅困難幾多。咁而成個制度都無從改善，咁我哋大家只能夠估嘅。下一節翻嚟，我哋會同大家睇下大專畢業生明唔明一啲死因庭嘅醫學名詞。Stillbirth 仍然出生係嘛？
次嘅測試裏邊咧，我睇到個別嘅陪審員根本就聽唔明白法官俾嘅嗰段指引。咁究竟問題出咗個別嘅陪審員，定係制度本身呢？一般嘅預科畢業生會翻譯到實在之下，又聽唔聽得明大法官嘅指引啊？我哋揾咗呢個死因庭裏邊一啲常用嘅醫學名詞，就唔係問你嘅預科畢業生咩意思。唔知係咪醫學名詞，但係應該係仍然係出緊啊，即係字面就係咁解啦。明白。呢個標章書面點解咧？分開就識，夾埋就唔敢肯定。咁你差啲人聽嘅呢個字點解咧？心臟病、heart rate attack，都唔識。呢個字啊？呢個字唔係知啊？心臟病。咁有邊啲標嘅？呢個字都唔知。呢個啲 kidney 嗰啲嘢咧，臟衰退啊。唔知。呢個係腎衰竭嚟。cardiac arrest。都係同心臟有關嘅。知唔知咩叫？唔知。cardiac arrest 都唔識。cardiac arrest 呢個真係唔知啊！呢個係指心臟停頓。假如佢哋被選為死因庭嘅陪審團，可能會好似做過譬如 Apple 咁樣，遇到啲唔識嘅醫學名詞。Apple 話佢做陪審員嘅時候聽到有廣東話嘅證供，當堂好開心。但係到後尾嗰兩日咧，咁見到有個助護同埋駕車嗰啲救護人員咧，咁佢用中文作供，咁就好開心咯，因為你明好多咯。但係其實咧，咁其他同 Apple 一齊聽審嘅陪審員又點？其他陪審團咧，我都有問過，因為呢個我唔解，我都有問過佢哋點解。咁佢哋又唔答我哋解喎，但係佢哋又唔講話自己聽唔明喎，咁我唔知佢哋究竟點樣啦。如果話死因庭嘅醫學名詞難聽得明，高等法院用嘅英文，相信都唔算容易。好多時就係即係律師佢哋自己嘅陳詞嘅方法，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傳統喺度。咁譬如話喺用詞啊、遣詞方面啊，或者佢哋用啲好特別嘅慣。咁但係一個普通人就咁聽嘅時咧，可能好難先摸到佢實際上係講啲咩嘢。而家高等法院有60%係外籍大法。一份報章嘅前法版主管 Joseph 就話，法庭記者亦都要時間適應。有啲法官都有好多口音咧，咁呢個就算我哋有時採訪都覺得好困難，只不過習慣咗聽。咁陪審員咧就喺靠嗰段時間，忽然之間入去就係做陪審員啦咁樣，咁可能需要一段時間適應啦。因為翻查翻以前嘅個案啦，發現間中係有啲陪審員嘅英文水平唔夠㗎啦。不時間受健美會公民重訪案，舊年1月開審。當控方完成開審陳詞，準備傳召證人嘅時候，呢個陪審員話英語能力不足，要求安排傳譯服務。大法官解散陪審團，重新輪選。有一宗殺案喺11月開審嘅時候，亦都有一個陪審員向大法官話聽唔明，大法官跟住解散陪審團。另外92年8月嘅一宗藏械案件，93年喺高院審訊，當時嘅大法官係陳振雄。陪審團退庭商議嘅時候，要求大法官用廣東話解釋 constructive possession 推定佔有呢個法律名詞。陳振雄話對陪審團嘅理解能力解散佢哋重審。正話我哋睇到嘅案例咧，就好明顯係陪審員嘅英文水平有問題。我哋另外亦都發現呢個陪審員曾經作出好奇怪嘅裁決嘅。例如94年11月一宗集體械鬥案，導致有人被殺，2個被告被控3項罪名：謀殺、誤殺同埋蓄意傷人。大法官杜輝引導陪審團嘅時候話，如果認為被告有蓄意傷人，就應該裁定被告要對死者負責。不過判最後裁定被告蓄意傷人罪名成立，但係謀殺同埋誤殺都唔成立，令到大法官杜輝表示好為難。佢估計被告一定可以上訴得直，判被告服刑1日。被告被控1項販毒罪同埋1項藏毒罪。7個陪審員經過退庭商議之後，發言人報告話，一致裁定被告販毒罪名唔成立，藏毒罪名亦都唔成立。法官宣布退庭。20分鐘之後，陪審員返回法庭，向書記庭一失定第2合理。不過司法界方面應該冇大問題，
一般嚟講，我接觸得到嘅法官咧，都認為咧現時嗰個制度，任何嘅制度咧，都一定你唔可能話有100%係盡善盡美嘅。但係佢哋一般咧都覺得咧，我哋現時嘅制度咧都係過得去㗎啦。陪審團對於呢個英語理解或者表達能力有問題出現嘅情況咧，就係極之嘅少嘅。所以咧，我只可以講就係證據顯示到呢個係一個。香港嗰個嘅陪審團喺司法界國際公認咧，我哋嘅陪審團咧陪審員係有好高嘅水平，最主要咧就係因為嗰個嘅學歷嗰個嘅規限㗎。香港陪審團學歷要求高，呢一點冇任何嘅爭議。不過喺92年，當時嘅城市理工學院法律系曾經做過一項調查研究，發現有38%嘅被訪陪審員承認，佢哋喺理解審訊證據方面咧，遇到英語或者係法律詞彙嘅問題。呢項研究都發現，80%嘅陪審員喺屋企唔用英文，38%被訪者話睇唔明電視台嘅英文節目。即使我哋做嘅簡單測試，亦都發現陪審員聽唔明嗰段大法官嘅指引。由於自信，我哋俾被訪者聽咗2次錄音帶，甚至睇埋原文，結果佢哋都唔明。而重要嘅係，佢哋根本唔明 acquit 就係判無罪嘅意思。司法界方面強調，而家有重重嘅關卡可以防止有唔公平嘅情況。如果佢自己都認為係佢符合呢個規格嚟被挑選，而挑選得到嘅時候咧，佢再有一個機會當面向個官咧係講述。所以咧到我頭先想講話由嗰個官咧或者呢個雙能力係有問題咧，已經係第3、第4個集嚟㗎啦。每一個法官咧都好留心，佢宣誓嗰陣時候，佢所讀嘅誓章係唔係個英語能力咧係流暢嘅。佢嘅內容咧，佢係咪識讀？咁樣嚟到咧，就係都可以睇得出呢個陪審團佢個英語嘅熟度係一個嘅程度。咁最後一重保障咧，就係當呢個案件已經進行啦，咁陪審團咧就有權咧喺任何嘅階段咧提出呢個發問。現時嘅制度係假設預科畢業生嘅英文水平足以應付法庭上嘅要求。呢個假設係咪合理呢？咁當然最完美10全10美嘅制度就係個別陪審團佢有一個考察嘅考試或者制度或者係審核嘅制度，但係呢個咧就係當然會牽涉到資源嘅問題啦，同埋時間嘅問題。呢個制度又假設陪審員如果英文有問題，咁係會主動提出嚟㗎。不過陳振雄亦都承認呢點好依賴陪審員嘅主動性。如果陪審團佢係唔明，但係佢唔出聲，咁咧就會有好大困難咧，可以發覺到佢係真正唔明㗎啦。法庭方面係咪只能夠將案件基於陪審員嘅主動性呢？現行制度下，仲有乜嘢可以做呢？硬性嘅規定嘅變咗有部分咧，就係律師咧就會預備咗呢啲尤其是結案嘅陳詞係俾陪審員嘅，咁亦都有啲咧就冇嘅，咁陪審員就要純粹靠聽到呢個，即係如果係有份文件喺度俾佢哋跟咧，咁呢個會跟得好啲嘅。咁同樣地，法官嗰個引導咧，咁亦都係有部分法官咧就會將個引導陪審團嘅引導咧寫咗出嚟，咁就有份書面嘅引導俾佢哋睇，然之後就喺庭度講嘅。咁但係有啲法官亦都就咁口頭講嘅，咁變咗口頭講係相對上咧陪審團嘅掌握。下個禮拜4晚11點新聞提示再見。